风台来啊，咱全台湾的陆海空交通拢会受影响，代替一寡路线是停驶的。若咱国内航班海运是全部拢取消，建议民众无代志唔好出门。若是国部长爱出门，爱先了解交通的动态。受到3度里风台影响，桃园吹离风正强。这台自菲律宾师傅飞来台湾的班机，伫咧机场的跑道有7风的情形下要降落。 飞机较要害，民众有小可惊一个，好佳在是平安降落。下降部分会比较会颠簸这样子而已，然后侧风会稍微机上有点小尖叫。他也不敢收起来，然后后面就觉得真的是很害怕，然后觉得手脚都发软了。代替自吹离开始部分停驶，吹沙中到12点正前，东西干线对号列车全部停驶，南回线甲全部的支线也拢停驶。 好多伫咧花莲的民众无法度回去，就回不去花莲啦。花莲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停驶了，然后明天又不确定，那我们怎么回去？台湾高铁今仔日下昼2点进前，台中依然暂停无驶，2点了后正常发车。公路桥到翠莲6点进前是有警线封闭21个路段。伫空中交通部分，国内航线今仔日全部取消。 桃园机场今仔日取消59班客货运航班，伫海运的部分今仔日全部拢停航。国内加两花船班总共取消161航次，因为风台变化正大，所以乘客伫咧出发进前就要先查清楚最新的交通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